喺銀行網頁上篤一張 AIP 出嚟，有咩好處同壞處呢？AIP Agreement in Principle 一個好主要嘅用途係睇完樓之後，潛在買家 make offer 嘅時候，賣家可以認為買家已獲得初步按揭批核。坊間有好多銀行標榜10分鐘就可以完成 AIP 申請，用家喺網上回答幾條問題就可以獲得 AIP，方便快捷。但係呢個流程，用家無需提交任何文件，銀行亦冇辦法確認用家嘅回答，尤其係數字上面係唔係滿足到銀行嘅計算方法。我哋都遇到有啲客戶喺網上面攞到 AIP 後，以為大功告成，佢喺之後正式按揭申請嘅時候遭拒，費時失事。下次要攞 AIP 嘅時候，記得揾一個有信譽、細心嘅 mortgage advisor 幫手。若果想獲得更多買樓同埋做按揭嘅資訊，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有按揭需要嘅朋友可以聯絡我哋作進一步嘅諮詢。